件齊全，全部嘢齊晒喺度，全部用網面一目了然。呢一個仲有個 RFID， 就唔怕俾人嘟走你啲重要嘢咯。佢仲要係線水質地，哇，真係幾正！你可以扣喺唔同嘅袋度都得，睇下係咪好正？哇！而家去旅行咧，我帶咗一個極度之中意嘅小細包。小細包唔係小廢包，佢係小而不廢，非常之正，好啱唔同任何人嘅身高啦，仲要可以自己校長度啦。最緊要就係內有乾坤。哇！你睇下，一件齊全，全部嘢齊晒喺度。佢呢一個位咧，最正就係咩咧？可以放到 passport 啦，跟住呢個有個細細地嘅位咧，你可以放你自己嘅耳機啦，或者你中意愛拍照影相嘅就放 SD 卡啦，有埋拉鏈俾埋你啦，全部用網面一目了然。跟住啦，哎呀，咁紙幣點算咧 ？Ico 放心，都幫你已經準備買好噶啦。呢個位置可以放紙幣，咁我房卡點算啊？呢一個打洞嘅位置就可以攞嚟放房卡啦。跟住你搭車交通工具要卡亦都有啦。其他嘅信用卡都可以放到，身份證亦都得。跟住你就會問我：喂 ，Ico， 咁個電話點算啊？呢一個當然冇令你失望啦。佢後邊呢一個位除咗放機票之外，仲可以放埋電話添啊！呢一個仲有個 RFID， 就唔怕俾人嘟走你啲重要嘢咯。揸埋佢，好安全，非常之貼心。仲有一個非常之正嘅重點，佢仲要係線水質地。哇，真係幾正！唔係喎，我上飛機，我要拎個機票出嚟，咁點咧？呢一個位置亦都可以放機票，亦都可以放你自己啲細件嘅嘢。哇，就咁上飛機非常之正。仲要呢一個係可以變身做其他嘢，因為咧佢呢一個位置咧，佢係可以拆出嚟啦。拆咗佢之後咧，呢條帶你就 keep 住佢先啦。咁呢個袋有咩用處咧？你可以扣喺唔同嘅袋度都得。睇下係咪好正？本身你自己有個車孭袋，跟住又可以加埋呢個袋，跟住就行得噶啦。再見，去旅行啦，拜拜。